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。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听说了 B 站即将推出一部关于书的纪录片，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了。那我做读书 UP 主呢，也已经1000多天了，快3年了。那这3年当中呢，我对书籍和读书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比如说之前最喜欢新书，所有的磕碰、破损和划线，通通是不能接受的。那到今天呢，我开始喜欢二手书，喜欢旧书。我现在觉得呢，这些痕迹之于书籍，就如同岁月之于我们，都是经历。那今天呢，就和大家分享一段关于旧书和旧书店的文字。这些文字呢，刚好就出自我买了一本旧书书店的灯光，也希望你们喜欢。旧书店真是一个景观，你送去你喜欢的书，你讨厌的书，破相的书，你得到现金或画账，用它可以购买更多的图书。如果书店兼营新书和旧书，就像旧金山的绿苹果，它自诩为疯狂的城堡，即便去一次，回来时就得腰酸背疼地拖着箱子横跨城市，也是值得的。我拿了一本菲利普·罗斯的新著，再买一本可爱的皮革封面的马可·奥勒留的沉思录。我可以说服自己，实际上是省了钱，账上还有余款，可以再来一次。转念一想，算了，今天就把账上的钱用完拉倒。对我而言，出售自己藏书的一大幸事，是我知道我卖掉的那些书会开始新的生涯。这些书会去一个新家，也许会在那里待上一辈子，也许会再次被交换出去，但不会龟缩在我的书架上，或更不幸地被打入汽车间的箱子里。在一本旧书的内封里看到原先主人的名字，会激起怎样的一种好奇心啊！如果这位读者再加上一些批注，太令人沮丧了。喜欢这一点，什么意思？就更令人神往了。这位无意之中和我分享这个想象世界的快乐的人是谁？或在扉页上浪漫的献词：亲爱的波波林克，希望你永远喜欢这本书。当你打开它的时候，我就在你身边。爱你的克利夫。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？波波林克和克利夫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，出了什么事故？第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发现自己的一本书时，刹那间感到很沮丧，实际上是感到被击溃了。要知道，那本书刚出版了1个月左右。难道它真是一本毫无趣味的小说，让人看了开头几页就出手了？仔细的观察后，发现这本书被读过，书籍已经开裂，书页也被折过。这个事实并不能马上抹去我的羞辱，即使被读过，也可能是伴着轻蔑和哈欠。但慢慢的，我开始欣赏，我不得不欣赏旧书店伟大的传承。它使这些图书保持生机和运转，否则这些图书或许就会变成古埃及浴室的燃料。旧书店代表着最佳的循环，这是一种影响巨大和产生实际效用的努力，对我们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是不可或缺的。不知道大家对于旧书是不是和作者保持着一样的态度呢？又或者说，你听完这段文字，对旧书是否有所改观呢？那在 B 站即将推出的纪录片《但是还有书籍》当中呢，旧书也会有姓名。浮生喧嚣，还好有书为伴。让我们相约12月11号晚7点，不见不散。